这是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与多国市长讨论慈悲的领导力；印度企鹅出版社将发行达赖喇嘛尊者的新书鼓励小书；西藏语言倡导者扎西维瑟刑满获释；西藏石曲温波寺僧人丹兹尼玛遭中共酷刑虐待身亡；藏人行政中央纪念印度第72个共和国日；驻东京代表向日本议员介绍美国涉藏法案；联合国普遍定期审议关注尼泊尔藏人难民问题；驻英国代表在维吾尔大屠杀纪念活动上发表讲话。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三1月27号在印北达兰萨拉的勤宫，透过网络视讯，以慈悲的领导为主题，与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各城市市长进行对话交流。达赖喇嘛尊者在英国反极端主义组织战略对话研究所领导、管理和推动强大城市网络和美国市长会议联合主办的对话活动上致辞时指出，人类必须努力在现代教育系统中融入针对情绪和理解运作以及对此的处理方法等内容的课程，并强调，如果我们有善良和慈悲的理念，我们就会诚实对待所有人，这将取得他人的信任和友谊。在回答与会者关于帮助人们更好地生活在一起的问题时，达赖喇嘛尊者强调，有必要解决种族主义和不断上升的仇恨，并呼吁人们从更加广泛的角度看待问题，以此实现人类之间的团结和和谐。另外，由印度作家雷努卡辛格从达赖喇嘛尊者的演讲中撷取符合此书主题的相关语录，并将其编剧汇整的新书鼓励小书即将于本月由印度企鹅出版社发行。这本长达152页的鼓励小书包括序言达赖喇嘛尊者在各种场合发表的演讲之核心内容，将帮助指导读者应对各种可能性。该书还应对当前的全球健康危机，指导读者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克服心理健康方面的挑战和应对疫情带来的各种心灵问题，并强调了抗疫前线的医务工作者保持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以及鼓励他们努力抵抗疫情等相关内容。此外，根据西藏境内的消息，在2015年遭捕并被中国政府判处5年徒刑的西藏语言倡导人扎西维瑟，于本周四1月28号刑满释放。扎西维瑟是来自西藏东部康区玉树接骨多的商人。他于2015年11月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谈到他和平倡导保护西藏语言文化的事情后，引起公众关注，随后遭到中共当局的逮捕，并于同年遭判5年有期徒刑。扎西维瑟的律师梁小军于1月28号当天在推特上发文指出，据悉，今天扎西维瑟由青海省成都县司法局的人员接回玉树，现在回到他的二姐家。家人说他身体还好，但无法得到他的照片，也不能直接联系到他在玉树的家人。我不知道他是否充分自由。虽然扎西维瑟已经获释，但作为他刑期的一部分，他仍然要被剥夺政治权利5年。藏人行政中央发言人刚玛曲英对扎西维瑟获释后的健康状况表示担忧。西藏维权组织也强调将继续监督扎西维瑟的案件。与此同时，曾于2019年11月参加反对中国政府的和平抗议活动而遭捕的西藏康区石曲温波寺僧人丹兹尼玛，在中共监狱关押期间遭受酷刑虐待，在多次送医治疗无效后，于今年1月19号不幸身亡，年仅19岁。
2019年石渠县温波镇中共官员向该地区的游牧民施加压力，要求赞扬中国政府的扶贫计划。因此，石渠县温波寺僧人丹兹尼玛和贡色、索扎和次成于同年11月7号在温波镇政府办公楼前散发传单，并高喊西藏独立的口号。2天后的11月9号，丹兹尼玛和上述3名僧人遭当地警方逮捕关押。同年5月，当局释放了丹兹尼玛。然而，丹兹尼玛因在网络上分享遭捕信息，与印度的流亡藏人联系，而于8月11号再度遭捕。10月初，当局联系丹兹尼玛的家人，表示因健康因素要求将他接回家。当他回到家中时，已不能说话和行走，并且身受重伤和患有严重的呼吸道疾病。他的家人相信这是由于在羁押期间受到酷刑虐待和营养不良造成的。2020年12月1号，丹兹尼玛的家人再度将他送入医院救治，但病重且已经瘫痪的丹兹尼玛最终于今年1月19号不治身亡。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萨桑格在闻讯后向丹兹尼玛的家属表达了深切的哀悼和慰问。司政表示，我诚挚地祈祷爱国勇士丹兹尼玛再次在雪域西藏重生，继续为西藏的自由事业奋斗。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牺牲，也将坚持不懈地实现600万西藏人民的愿望。此外，在印度人民于本周二1月26号迎来第72个共和国日之际，藏人行政中央在印北达兰萨拉举办升印度国旗仪式，隆重纪念了第72个印度共和国日。当天，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易西平措和藏人行政中央财政部长嘎玛易西因达兰萨拉地方政府的邀请，出席了在当地举行的阅兵仪式和庆祝活动。另外，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办事处代表次旺加波阿若亚在秘书长罗桑曲扎的陪同下，于上周五1月22号在日本国会大厦会见了日本国会众议院议员、日本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秘书长常伟晋先生。在会晤期间，常伟晋先生对美国政府通过的2020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深表赞赏，并强调他将向日本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主席下村博文先生介绍有关该法案的详细情况。代表次旺加波阿若亚向常伟晋先生递交了载有2020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要旨的日文译文。与此同时，代表次旺加波阿若亚还于1月27号在东京会见了日本最具影响力的智库日本国家基本问题研究所所长樱井良子女士。樱井良子女士在会晤期间重申了她对西藏自由事业的坚定支持。此外，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于本月18号开始召开的第37届普遍定期审议会议中，联合国会员国于本周四审查了尼泊尔的人权状况，这是对尼泊尔的第3次审议。在当天召开的非正式会议上，除了审议尼泊尔的人权问题外，与会的美国代表还提出了尼泊尔境内西藏难民的地位和人权问题，并敦促尼泊尔政府对所有藏人进行登记和核实，并颁发身份证件，赋予他们获得工作和其他各项权利。美国代表还敦促尼泊尔政府执行和维护君子协议，确保新晋流亡到该国的藏人安全通过其领土，并执行与中国达成的任何符合互不侵犯原则的法律协议。请继续关注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藏人行政中央驻伦敦办事处代表索囊次仁先生于本周一1月25号参加了题为“携手维吾尔大屠杀纪念活动”的网络研讨活动。代表索囊次仁先生在活动上发言时，简要介绍中共政权70年来对西藏的宗教和文化实施的灭绝和镇压政策，并在总结发言时分享了达赖喇嘛尊者有关智慧、团结和人类一体性理念等的
名为“永不放弃”的祈祷文。观众朋友，以上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